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5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表现市府对运河整治的重视，9号上午市长甲水利局长以及多位里长做伙到运河边视察拄完工甲正在施工的污水闸流工程，希望透过持续的经费投入，减少污水排入运河的流量，成功改善水质，早日实现运河航运的愿景。市府为了改善运河的污水问题，分别伫运河研发，根据该地区的状况，做了无同款的污水处理建设。9号上午，市长也特别前往视察，议员洪玉峰、区里里以及多位里长也做伙到现场关心。我们今天来到运河哈，那主要是虽然运河过去我们在沿岸有做了5处的截流站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有漏网之鱼，譬如说在中华西路下面有这个湖美地区，还有民权路的污水还没有截流。那另外全县有这个41处的排水口，还是有污水排放出来。啊，那么安平老街那一带的污水也是没有办法顺利的用户接管。那我们这一次就针对这3个地方的问题，我们投入了9200万，包括争取中央的补助哈。那这次要来做一些改善。那预计在7月底可以全部来完成。那么可以减少大概每天有将近1万吨的这个污水来排入这个运河。那我想对运河的水质应该有显著的这个改善。台南市政府即届投入9200万进行运河污水截流。市长表示，运河整治完成，结合中国城铁路之后，会当带动周边的观光。也希望相关主管单位、甲里长加强宣导，将整个环境品质提悬以后，对所有人拢有好处。其实过去按张灿宏时代开始，了后柯念在市长，了后甲我拢接来做，大概我的手头内底大概会用9200万，应该会阁有相当的进步啦。第2阶段就是讲这个污后沟的问题，应该水有哪会流落来。这后来做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大概就要跟老百姓、跟市民修抱歉啦，因为该强拆、该要进去做，还是要去做，否则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没有发挥功能，这个也不行。为了运河的水质净化，除了需要政府的污水处理建设，市民也需要主动配合，减少排放污水，才当互安平运河达到水清鱼秀的愿景。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日本传统音乐家东野秀树甲 NPO 法人世界遗产音乐会理事长，今年3月伫东京举办演奏会。各伫演奏会上为台南募集精彩盛款。伫9号之间，因特别来到台南，将这笔盛款捐予市府，作为修复古迹用途，展现双方的友谊。会面上演奏的这位是日本知名雅乐家东野秀树，伫日本拥有真侪乐迷。这届来到台湾，是因为要亲手将募得的盛款捐予市府，作为修复因为地动而受损的古迹用途。东野秀树伫推广日本传统文化以及推动国际友好顶面非常的尽力。今年3月，佮结合6位大艺大国家新秀。伫东京举办演奏会，并且伫演奏会顶面为台人赈灾募款，借此表达对台湾的感谢。日本の震災，そして台湾の震災。然后透过之前的日本地震以及台南的地震，两国之间互相帮忙，让我们再次深刻的感受到两国之间那个友情。我之前跟台湾的一些年轻的音乐家一起在东京举办的音乐会，然后受到非常好的评价，然后也希望说接下来这样子的台日之间合作的音乐会可以在台湾展开。
市长也感谢日本各界伫0206地动的斗3天，也呼吁市民朋友爱斗阵来观赏雅乐这项艺术。日本3.1大地震，台湾对日本的关心从此之后呢，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走遍台湾各个城市，用他杰出的表演来感谢台湾人民。那这一次呢，台南市的地震也承蒙他在日本表演的时候，也花取了募款，而且他今天特别把善款拿到台南市给我们的灾民使用我们非常感谢。那另外也很难得的是，他在今天晚上将在成功大学绿色魔法学院的崇华厅有一场表演，从7点半开始，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鼓励呢，我们台南市市民一定要把握机会出席，然后聆听这一场难得一见的表演。东移秀树5月8号已经伫5山头水库举办过八田雨衣对书演出，伫9号一暗，也将伫成功大学举办台日爱相随演奏会，欢迎市民朋友免费索票入场，观赏这难得一见的日本宫廷音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台南2月6号地震所收到的40万一善款，3个月以来有关灾民慰问金支出才5亿元，加上市府善款用途，佮包括改善土壤液化工程费，嘛，互议员詹顺良无法度认同，质疑中建工园的效率上慢。2月6号，台南大地震捐款金额超过41亿，有高达43万外币。因为数量庞大，原本社会局拍算委外来开收据，不过市长认为市府应该亲笔来开，避免出差错，所以预计要6月底进前才完成。对此，议员詹顺良伫社会局工作报告以后，突然要求社会局要加紧脚步开收据精神，嘛进一步规划市府重建恢复家园的速度上慢，而且将改善土壤异化该由善款来支援，根本是捐款民众完善的用意。这善款，恁政府单位是要做一个平均的分配，让他们得到真正需要，我们给他协助。这钱不是安的，是来自各地方的。没黑白去，那想讲为讲100%为50%，这是一个不对的政策，你敢知啊？这是我要甲你提醒的。到今年5月几啦，3个月啊。那这个钱我搁来强调一条，绝对唔茫讲提去做啥物土壤异化。土壤异化是要列入一即道灾区遐有厝，迄栋大楼伊土壤异化这样无话讲。若是检验遐无灾区的，伊检验起来土地拄土壤异化，迄款也要共用即款善款，那是连一点道理都无。恁知影毋知？当然，议员为灾民发声理所当然，但是因为人的部分是属于社会局管辖，中间的部分则属于多法公务单位，所以社局嘛只当转达相关单位。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参加并且关心市府所办的活动，对议员来讲拢是必要。不过因为专区无亲自表扬大会，已经连续2冬拢无通知议员参加。嘛，互议员王家珍认为，将会增加府会关系的对立，要求主办单位社会局进行检讨。议员王家珍表示，过去专区无亲自表扬大会，拢邀请民代参加，不过自从议长李全教就任以后，府会关系降到冰点，无邀请议员也当体会。但已经第2冬佮有这个重大节庆机会，会当协助化解。小局议员无安排，真正无法度接受。对此，小局长嘛坦诚需要检讨改善。像母亲节这么一个温暖的节庆，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我听到了，像我这样的民代，可能我比较不是特别善于去四处参与活动型的，但是有很多我们的民意代表，他们看重一些重大节庆跟他们选区民众的互动，尤其这样子一个母亲节的重大盛典。那我不知道局里为什么今年会忘掉本会？刚刚局长您的说法，您的解释，我想我们会里的同仁
很难接受。报告议员，我们来检讨改善，因为我去年5月1号来到社会局，那去年就是去年就没有嘛，对不对？是。所以去年没有，现在就没有。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赖市长马上要跑到新北市去了，我们就要一直没有下去吗？没有。那个报告议员，我会来检讨改进。另外，议员嘛关心60岁以上老人坐公车5月1号开始，拢需用一卡通的敬老卡，无多使用身份证的无方便，要求加强宣导，并且延长实施的缓冲期。但新闻管制林跟采访报道。台江国家公园内的4册大奖标，希望奖标后位伫台江河道边，大约2公顷的土地，整地填平了后，规划做生态池。并且做整体的立体化甲地在景观，佮要将一部分区域开辟作为停车场，不但增加停车位，同时也兼顾到当地的生态环保。4册大奖标是一日来到台南的观光客拢会想要来佚佗的地点，尤其是坐船啊坐4册绿色隧道，更是热门的观光景点。每逢假日人潮满满，因此也产生停车格啊无够的问题。所以庙方请托议员唐碧娥来协助解决。上午也会同了市府干务局、交通局、观光旅游局这3大局处来会勘大奖标后方大约2公顷的土地，应该爱如何开发，才会当兼顾观光甲生态。来带大宗庙来市潮哦，要来观光的这个民众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游览车，包括个人开车来哦，所以停车位不够，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因为这个是三个局处的事情哦，是公务局、交通局跟观光旅游局跨局处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邀请这3个局处来，我们来会商。因为我们赤草大宗庙已经买了5公顷的土地，这5公顷的土地不是台江公园的土地哦，而是游憩区的土地哦，所以这在地目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哦。然后他们又准备要建一个生态池。哦，然后让观光客除了游这些景点之外，哦，还可以到生态池去看一下，哦，还有植栽，哦，还希望说，因为停车位不够，希望说能够再增建哦一些停车位。为着讲要互游客哦来增加这个观赏景点啦吼，用要来囤发土来种树啊，哦这区啦吼，要放鱼啊，通互这个用吊单啦吼，要增加景点，要增加互这个游客吼有一个景点通去耍啦吼。但是阮这拢是供应互游客去观赏的，阮是无收任何的费用啦。我希望讲今仔日吼，咱议员交流各单位会当来了解这个代志吼，尽量互阮会当帮助阮大众庙后壁会当手续。这个吞吐的手续，会当以便作业啦。庙方希望借由这个土地开发，互来佚佗的游客会当有较侪停车空间，促进台南的观光发展。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甲南分署推动的双轨训练旗舰计划，今年将迎接第1届的毕业生。分甲南分署也特别将65位毕业生的经验，
嘅学生纪念册，希望透过这本册，互更加侪父母甲学生会当了解这项计划，共创学生甲企业的双赢局面。上季训练计划是透过学校甲企业的合作，互学生一礼拜2天伫学校上课，4天伫企业受训，劳动部到3天补助一半的学费。透过这款的学习方式，互学生培养多元的就业能力。那18岁进到双轨训练旗舰计划，2天在学校，3到4天在企业界，劳动部出一半的学费，薪水是基本薪资的公司最低薪资的一半嘛，而且还有劳健保，那这个毕业之后要当兵，否则你看你的长官希望把你留下来，你看看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今天除了发表这一个成果，让学生现身说法以外，那么也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学习，也欢迎他们能够进到这个计划来。这个计划真的是要帮助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或者是想要及早进入职场这些同学其实都非常适合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合作的企业甲学校做伙分享合作的经验。毕业生代表也非常认同这个计划，并且表示这个计划不只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也对未来就业非常有帮助。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家的支持合作让我们在这边其实是办的一年比一年好现在已经有超过1100多位的一个双轨生那在台南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除了我们劳动部付了一半的学费，我们在座的企业除了给训练津贴也支付另外有大概10多家的企业支付另外的一半的学费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执行成果非常的丰硕那对于我们这些双轨的训练生来讲对于他这样一个年纪可以就学就业减少学用落差，那他有不同的一个经历资历。我4年到现在的话，一开始是从完全不会港式饮茶这部分，到现在我每个工作上都可以得心应手，然后也谢谢长荣这边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力培养着我们这样。然后长荣这边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教学，例如他们会在我们的一些时间上安排一些心灵辅导的部分，以及卫生讲习等等的一些教学。为了让更加侪民众会当了解上季计划，伫5月21号，伫成功大学也举办一场就业就学博览会。同讲这本纪念册也会提供民众免费索取，欢迎所有18岁到29岁高中级毕业生甲家长做伙到现场去了解。天天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海尾调洪宫边仔一块机灵地，原本是放杂物的空间，经过台南社区大学大江分校公共建筑班的校员以及老师动手改造了后，变成现在的大江故事亭，而且为规划设计施工全部拢是家己来，未来将成为社区民众聚会团成的好所在。原本是堆放杂物的三角地，经过社大大江分校公共建筑班师生4个月改造，变成如今明亮舒适的大江故事亭。除了成为在地厝边聚会好场所，可以当去引少年人来现场翕相取景，活化庙宇文化。海尾调洪宫主委吴振迪也表示，欢迎大家来看卖海尾上界新的文化景点。海尾庄这个部落呢，不管是伫个庙的文化、新民文化，甚至社区的文化，足侪这种文化背景的物件，直接展现出来就对啦会记咱囡仔的时阵当时迄个环境含即拢无共所以讲简单讲，创造一个休闲伫地方有寡乡亲因会当直接开讲也好啦
还是讲办小型的吼，一个伫个广告书啦，包括下一代囡仔吼，暗时下晡时凉的时阵呢。安尼妈妈吼，迄个故事妈妈吼，爱当一下广告书啊。社区营造不只是美化环境利益，其中也有凝聚居民的向心力，创造在地文化、生活氛围的功能。大家这个欢喜干呢吼，那我们走的中间啊，就有很多邻居啊，附近的社区的居民经过，然后就会看到，就很好奇哦。像我们对面现在那个阿嬷在看我们，对不对？对面那个阿嬷她其实很关心我们这个花园，然后呢，她每一次都会来跟我们，就是说帮我们浇水啊，然后帮我们看东看西。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在改造社区的过程中，其实在改变社区周围的邻居的这个邻里关系哦。社大大港分校公共建筑班经过4个月设计时间，只开了10万左右的经费，结合一群人的创意卡司，将原本荒废的空间改造成如今美丽模样，也成为推动大港庙口美学的模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让学生学习到现在上流行的韩国彩妆，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管理系，请来去年受到好评的韩国昌信大学美容艺术系主任于美玉，加驻青教授李娜，亲自来到学校为学生示范韩国自然的化妆方法。以自然为主要特色的宋慧乔妆是这届教学的重点，吸引了济嘉南药理的师生以及社区民众参与。对韩国昌信大学来到台湾的2位专业老师，也伫咧台顶一面化妆，一面介绍化妆应该爱注意的技巧，以及选用化妆品的重点。这场时尚彩妆研习会不只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机会，也提供学校老师甲国际交流的机会。来的那个讲师是非常特别，我们是从韩国的昌信大学请了他们美容系的主任，那个于美玉于主任，跟他们一个专门帮艺人在画特效妆的李娜金李老师，特别来远从韩国特别到台湾来做这个韩妆的展示。那因应现在的潮流哈，这个现在最夯的话题、最热的话题就是《太阳的后裔》，所以他这2天就是要展示的是韩国的梦幻妆，好，那早上它是特别就是以《太阳的后裔》宋慧乔宋小姐那个她的妆是怎么画出来的做示范啊。那这个活动其实对我们的学生也对台湾的彩妆界，我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每一档办理彩妆演习，拢受到相当好的回响。校方也表示，未来会继续办，并朝向更加多元的方向迈进。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为着避免民众因为骨折就医以后，才知影骨质受伤的严重性，同时爱民众了解补充钙质、增加柔软度、平衡感等预防性的重要。所以全国骨质受伤学会将巡回专台进行免费检测，第一站就选定为台南出发。骨质受伤协会理事长表示，根据健保局上新的调查显示，台南骨质人口5档的成长的1成，到103年度骨质就医人数竟破55000，其中50岁妈妈因为开一个房间门失去平衡骨倒的骨折，毛40岁女性上班族竟然因为背楼腿骨折。理事长提醒，因为骨质受伤所造成的骨折，并不是老人的专利，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预防重于治疗。我们呢，在人口老化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要从年轻的时候来开始注意。所以呢，在最近的一些的案例里头，都可以发现，这一些过去认为人口老了之后才会发生的有关于骨质疏松等等这些的问题，逐渐的现在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所以呢，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的去强调有关于这类的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强化骨骼健康的这些行动关键的保护能力。为了抢救民众行动力危机，所以学会甲牛年分业者合作，将巡回专台近100个卖场来检测，除了骨密度的测量，嘛将纳入平衡、柔软甲肌耐力等完整的检测。在骨骼的健康里头的话，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我们本身骨骼的本身的强度。那在这个骨骼的强度里头的话，传统都认为就是骨骼的密度
大概就是最好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殊不知跟骨骼密度有相关的还有3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那就是我们骨骼本身周边的肌肉力量，还有呢我们本身身体的平衡感以及我们的柔软度。在这3个方面呢，再加上我们的骨骼密度呢，就是促成我们今天所要传达的一个行动关键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医学的理念。嘛，因为国际疏松协会大本营伫台南，所以全台巡回第一站就对台南起跑，守护所有民众的行动力。等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日本第渐转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5月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